民国80年代啊，建设佛堂，你看装潢，你看有轻钢架13000多，铝门窗玻璃的16000多，塑胶地板的也9100，然后壁板装潢用到了木材了，用到了那个薄片了，那个叫壁板14800多。用到的材料就将近15000了，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那个天花板的石膏板啊？各55块，按300片啊，16500。天花板也要花那么多钱啊。然后还有，这个是什么？会不会是那个书柜、演讲桌子啊？讲台啊，讲桌了哈，是不是要3800啊？你油漆啊，万色油漆也要7000块哈，整栋的了。木条啊，木条的770。木条是什么？然后木芯板就是储藏室3楼储藏室门板，2片门板哦。然后整组的780块，然后还工钱1天，民国80年代要工钱1天，也有2227天，那个时候好像请了三个了哦，总共好像3个在做呢，是不是这样算的？工钱就59400呢，合起来就141760。另外是佛堂还要佛桌耶，佛桌也要好几万呢。然后还有观世音菩萨像是王春红帮助的嘞。然后那个装潢的江宝树先生，他是工头，他是那个那个叫什么？水塔啦，水塔是赠送的，没有算钱。然后另外是佛堂要准备很多呢。佛灯啦，油啦，香啦，电扇、冷气机啊，冷气机也是2万多还是多少？还有水电费，还有抽油烟机，还有椅子垫、拜垫啊，还有杯盘啊，拜用的杯子、盘子啊，净盘啊、公盘啊，盘啊，那个捧盘啊，要现那个供果香茶水要用啊，还有电磁炉了还有梁聪明老师来送那个。社坛开坛那一天呢，有那个送那个花，那个叫花什么？你看呢整设个佛堂还要很多人来帮忙呢，感恩啊。